各位馬迷朋友，你好，歡迎收聽2025年9月17日跑馬地夜賽第6場公益金杯讓賽的賽事分析。本場為第3班賽事，將於晚上8點40分在跑馬地草地 B 跑道舉行，途程1650米，並採用後移欄位，考驗馬匹起步與戰術部署。接下來為你帶來重點參賽馬匹分析。本場焦點之一是9號特意佳作，評分僅63分，為全場最低，由潘明輝策騎。這匹馬不僅負磅最輕，僅120磅，間抽特極佳的二檔內側位置，進可攻，退可守。潘明輝近期在跑馬地表現穩定，擅長掌握讓賽節奏，此區值得重點關注，是本場首選。緊隨其後的是2號浪漫老窩，由梁家俊執韁，他抽中最佳的一檔起步位，佔據內欄優勢，能有效節省腳程，評分71分，負磅128磅，狀態穩定。近6個月已有2次跑入前4名，場地適應性出色，是有力競爭者，列為次選。而3號99圍攻，總獎金高達1028萬港元，為全場最高，實力毋庸置疑。埃杜拿主備，組合強勁，但需留意，他排在8檔內搭，起步後需時間切入有利位置，若未能及早貼欄或影響末段發揮，雖有實力，但需克服檔位劣勢，列為3選。至於1號我做到，評分74分為全場最高，由艾少禮策騎，經驗豐富，累積獎金超過500萬。然而，他負重達131磅，為全場最重，加上9檔大外檔起步，雙重不利因素下，必須有超凡發揮才能突圍，列為4選。其他值得注意的賽區包括7號香港城區，評分68分，處於有利位置，具備冷門爆發潛力，值得留意。關鍵因素提醒：本場比賽檔位至關重要，1至3檔屬內側優勢檔位，而7至9檔則較為被動。同時，最大磅差達11磅，在1650米中程賽事中影響顯著。輕磅馬間具機動性，頂級騎師潘頓、布文亦有出戰，競爭激烈。但潘明輝搭檔特意佳作的組合，無論從評分、負磅到檔位，均佔盡便宜。投注建議：推薦以9號特意佳作作膽，搭配2號浪漫老窩、3號99圍攻及1號我做到，作為3重彩核心組合。冷門可考慮加入7號香港城區作埋邊之用。最後提醒：跑馬地夜賽變數較多，檔位策略與臨場走位尤為關鍵。以上分析僅供參考，實際賽果仍受天氣、場地狀況及騎師發揮等多重因素影響。祝你觀賽愉快，旗開得勝，我們賽場見。